我是自大罪人，我哋人生超開心。雖然罪人可變聖人，信天父慈愛寬仁與我同行。有錯有過，只要真心悔改及改過，聖人都會錯。當信念去認叻嘅時候，做到冇差冇錯，確實係冇乜嘅可能。其實徒添壓力去揾自己嘅老襯。要認錯，要信那樣無限嘅慈愛會寬恕我哋過錯，只要我哋能夠誠實知有錯。我會錯。我會搞錯，但我肯認錯，知錯認錯，悔改就請你原諒我。問自己點解想要做個錯實全神美嘅聖人，是為做可批判他人嘅人上人。實要知道，這本身已經係過錯，無謂呃彼此分。啦啦啦，有人話，經常檢視重抽自己嘅不足，咪會成日令自己不快？唔會嘅，就如喺黑暗嘅環境，我哋睇唔清塵埃，但喺陽光充足之下，就見到塵土飛揚。即係當我哋見到越嚟發覺自己嘅不足，就越能充滿陽光，就可再俾自己一個 like， 值得歡欣咁樣。我會錯，我會搞錯，但我會肯認錯，並非蓄意犯錯，將本書講清楚。接觸咗復活嘅基督，呢個佢覺得自己有資格做中嘅地方。佢每篇書信重要嘅書信一開始就會話基督嘅中途，我係保羅係基督嘅中途，係耶穌基督選我嘅，呢個係佢好清晰嘅一個訊息話到俾人聽。中途嘅意思係被派遣嘅意思，而保羅好清楚自己係被耶穌基督派遣去傳福音，佢肯定自己有呢個資格。你翻嚟睇重要嘅書信一開始講係耶穌基督蒙召作中途，然後講出佢嘅書信裏面嘅內容。佢最重要嘅經驗就係大馬士革路上嘅經驗，好有趣嘅。你睇《宗徒大事錄》，《宗徒大事錄》呢部書裏邊，竟然有3次講保羅大馬士革路上皈依嗰種經驗。一部書裏邊同一個事件講3次，點解咁強調？因為正係呢一份接觸復活基督嘅經驗，既然佢整個書建築喺對耶穌基督復活基督嘅經驗裏邊，佢好重視基督嘅死亡復活，係佢嘅書信裏邊唔少得嘅嘢。一定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同我有關係。保羅先講自己嘅經驗，然後向大家介紹，不妨反省一下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同你有啲乜嘢嘅關係。我第一段就講保羅宣講嘅中心，佢就話：我當日把我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我領受即係話呢個唔係保羅自己作出嚟嘅
只不過係領受，然後再傳出去嘅人就係呢份信息。其中首要嘅乜嘢係最重要？係基督照經上所記載嘅，為我哋嘅罪死咗、埋葬咗，並且按照經上所記載，第3日復活咗。所以基督嘅死亡復活，根據聖經嘅記載死亡復活係好重要，為保羅去睇成係重要，為你哋都係好重要。基督嘅死亡復活，不妨慢慢反省一下，基督嘅死亡復活同我哋有啲乜嘢關係？好，基督嘅死亡復活同保羅嘅關係。第2段今後為那些在基督耶穌內的人已經無罪可定，因為在基督耶穌內賜予生命之神嘅法律，已使我獲得自由，脫離罪惡與死亡嘅法律。羅馬書係保羅嘅最重要嘅書信。羅馬書同其他嘅書信有好明顯唔同嘅地方，就係羅馬嘅教會唔係保羅建立嘅，保羅只不過係寫咗羅馬書俾羅馬嘅教友，讓佢哋知道作為一個基督徒信仰最重要嘅係點嘅，因為呢個教會唔係佢建立。佢唔知道嗰度嘅教人所信嘅係唔係好正確，所以佢講出佢自己嘅經驗。最重要嘅就係要掌握住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復活同我有啲咩關係。保羅先講自己嘅經驗，基督嘅死亡同復活釋放咗佢，使佢得到自由。呢個係天主嘅慈悲，慈悲大過公義。記住我呢個先正，天主嘅慈悲只係福音，公義唔係福音嚟㗎。今日好掌握好俾到我哋咁靚嘅經驗啊！好，我哋繼續落去，希望你哋能夠離開嗰陣好開心嘅離開。我哋無罪可定，唔係因為你做得好啊，係因為你信仰耶穌基督。係佢嘅功勞，使到你無罪可定，得嘛？唔係神父講嘅，好講㗎。好，第3段，這一切都是出於天主，佢曾藉基督使我哋與他自己和好，並將這和好嘅職務賜俾我哋。保羅覺得自己有一個 mission， 有一個使命，就係話俾人哋聽，同天主修和。耶穌基督已經為我做咗最基本嘅嘢，但係天主嘅恩賜係需要我哋同佢合作嘅。我成日都好喜歡講呢句話。天主創造我哋，冇問我哋，呢個你都未存在，但係天主救贖你嘅係要你合作，同佢嘅恩寵合作。所以你要去到佢面前，係啊！耶穌基督為你承受咗你嘅罪惡，你要去領受呢份恩賜。如果你連去都唔願意去，即係謙虛地接受天主嘅恩賜，呢個係我哋基督徒應該要做到嘅。保羅嘅使命就話俾人哋聽：天主在基督內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呢個係福音。天主唔再追究你哋嘅過犯，主要因為係耶穌基督十字架上嘅功勞，唔係你，係你十字架上嘅功勞。呢個係保羅書信裏邊精彩嘅地方，所以好好掌握住保羅俾到我哋嘅啟示。咁靚嘅經驗，我哋應該要話俾人哋聽。點解我哋要向人哋傳福音啊？話俾人哋聽，
接受天主嘅恩賜啊？呢個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有責任話俾人哋聽，呢個係喜訊，得嘛？好，嗱呢度就係講啦，天主使世界與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且將和好的話放在我們的口中，嚟誇示呢説話和好嘅説話，話俾人哋聽。天主會計較我哋嘅罪，翻去天主嗰度啊，接受天主嘅恩賜，同天主誓詞嘅第四段啦。基督係走向天父同聖神嘅道路，呢個係保羅格林多人後書最後嘅一句話，第13章第13節係最後嘅一句話。格林多人後書，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寵、天主嘅愛情以及聖神嘅相通，常與你們同在。呢個係最經典、最基督徒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寵係以主耶穌基督嘅恩寵行先，然後由基督嗰度帶領我哋走向天父嘅愛情，然後同埋聖神嘅相通，即係聖神嘅共融，一切都係藉住耶穌基督走向天父同埋聖神。呢個係聖母最好嘅一個祝福。會在地上，我哋都重複呢句話㗎。神父第一句就講㗎啦，不過好可惜，我成日都覺得中文譯得唔好，將保祿嘅次序倒轉咗啊！英文啱嘅，如果你用英文嘅其實，或者用其他語言嘅其實，佢哋用翻保祿呢個次序。Grace of Jesus Christ, love of God, and 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 英文係咁講。Grace of Jesus Christ, love of God, love of the Father, 然後 communion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all。但係另外一個翻譯嘅字咧，我好中意就係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裏，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你，全能嘅天主聖父，及與你同體嘅聖神，世世代代。呢個係保祿嘅次序，呢個先至係啱嘅。全能天主父嗰個有打手爆嘅呢個分，又或者信任耶穌基督係可以改變我哋每個人嘅生命。所以保祿嘅羅馬書先講耶穌基督、聖父、聖子、聖神同我哋嘅關係之後，先至講我哋嘅倫理生活要係點嘅。我哋整個人嘅倫理生活係建築喺對耶穌基督三位一體天主嘅信仰上面嘅。所以下一段佢可以改變我哋整個人。我哋藉住洗禮歸於死亡，與他同在，為的是基督怎樣藉住父嘅光榮從死者中復活，我們也怎樣在新生活中度生。我哋嘅舊人與他同釘在十字架上。最終極嘅靈洗的確係浸洗，成個人入咗水裏邊，死於舊，然後從水裏邊出嚟，活於生，將舊嘅洗淨，耶穌基督嘅水洗淨我哋嘅罪，然後而家喺新生活中度生。我哋以後嘅信仰生活，因為被耶穌基督洗淨啦，將舊好嘅嘢將佢洗淨，以後我哋嘅生活係唔同咗啦。所以如果你反省一下，你領洗前後有冇唔同啊？可能你哋爸爸一出世就領洗，冇辦法對比較下，不妨又想下。幫你將有罪嘅我忘記掉，然後成日記住耶穌基督嘅死亡同復活拯救咗我。我而家係喺新生活中度
跟住基督嘅信仰點樣影響人嘅靈命生活？凡屬於耶穌基督嘅人，已將肉身同邪情私慾釘咗喺十字架上。呢個係保羅嘅經驗，即係話基督嘅十字架係可以消除我哋嘅邪情、私慾、偏情嘅嗰啲傳統。呢啲每個人難免有呢啲嘢，但係耶穌基督將我哋呢啲私慾偏情將佢釘喺十字架上，我哋嘅整個嘅生活而家唔同咗啦，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即係話耶穌基督信仰佢之後，佢俾到我好大嘅動機同力量去過一個好嘅人生。一不妨反省一下，每個人要實行倫理生活嘅時候，總會有啲困難。比方要你寬恕人，係咪好難啊？特別啱經到你彈起嗰啲，要寬恕嗰種話好易啊！咁你憑乜嘢能夠寬恕人啊？當你冇能力嘅時候，呼籲耶穌基督，求佢俾力量你，求佢即係話有動機去寬恕。但係信咗基督之後，佢話基督俾我動機同力量，使我以前做唔到嘅，而家做得到。佢講出呢份經驗，我記得係好可貴。如果我哋好似佢一樣，有時就冇力量去寬恕，冇力量，有時真係特別係一啲唔係好值得寬恕嘅人啊，真係好難嘗試。求耶穌基督俾力量你寬恕。耶穌係教我哋啊，十字架上佢為釘死佢哋人，天父啊，唔好計較佢哋嘅罪，因為佢哋唔知自己做緊啲乜嘢。十字架上基督講啊嘛，的確可以俾到你力量，你試下。從基督嘅苦難裏邊，你揾到力量去實行一啲你腦海裏邊早就知道你應該要做嘅倫理行為。睇下呢個係羅馬書嘅12章，佢講完一大堆因信成義嘅道理之後，就講出作為基督徒佢嘅倫理生活要係點，好具體叫我哋厭惡惡事。富惡善事，論兄弟嘅愛，彼此相親相愛；論尊敬，要爭先；論關懷，不可疏忽；論心神，要熱切。對於主，要衷心侍奉；論望德，要喜樂；在困苦中要忍耐；在祈禱中要恒心。對聖者嘅急需要分擔，對客人要輔導。呢啲倫理生活，你唔認識耶穌基督都做得到㗎，都知道㗎。呢啲啱嘛？即係話行善避惡，相親相愛，幫助有需要嘅人等等，個個都知㗎。有冇能力做到啫？係咪要倫理生活以耶穌基督嘅信仰做基礎？你就好嗱，跟住最後幾句咧，就係、真係嚟自耶穌基督嘅教訓啊！迫害你們的要祝福，只可祝福，不可詛咒。大家都知道呢個嚟自耶穌基督啊！山中聖訓為迫害你嘅人祈禱要愛你嘅仇人，為迫害你嘅人祈禱。耶穌基督教，所以作為基督徒，聖保羅受好多苦難，但係佢仍然能夠教人只可祝福，不可詛咒。詛咒人係唔啱。作為基督徒，只應該祝福，因為耶
穌基督先寬恕咗我哋。呢個係我哋嘅寬恕嘅基礎。冇感受唔到基督嘅寬恕，我哋的確冇能力去寬恕別人。呢個亦都係我哋念天主經，每一次念天主經提醒我哋，求你寬恕我哋嘅罪過。嗱，中文亦都唔係幾好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我唔中意㗎。天主邊會用我哋嘅標準嚟做標準啫？應該倒翻轉頭，求你寬恕我哋嘅罪過，好使我有能力寬恕得罪嘅人。咁就跟住講愛聖保祿哥林多人前書有一段所謂愛得盡，佢認為愛係最高嘅層次信仰愛生活其中愛係最大。大家都會講愛，但係保祿講嘅時候，用一啲具體嘅行動去表達愛點樣去實行出嚟。呢啲都係具體嘅行動係含引嘅係慈祥嘅，唔執到唔誇張、唔自大、唔做無禮嘅事，不動怒、唔圖謀惡事，不以為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呢個係愛所以有時你話點樣彼此相愛我就話翻你睇嗰個哥林多人前書第13章，會教你具體地點樣去實行愛記住特別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呢個係愛嘅表現跟住一段嚟自腓利比書，同愛有關。唯有腓利比嘅教會，保祿一句話都冇留。呢個教會對保祿好，保祿需要乜嘢佢哋都提過，非常之愛保祿呢個教會。佢咁愛保祿唔捨得打佢哋所以保祿為佢哋祈禱呢句話好精彩點樣為腓利比教會祈禱就話：願你哋嘅愛德日漸增長，滿額真知識各種聖潔，使你們能辨別長存之事。呢句説話好精彩佢為腓利比嘅教會祈禱，為佢哋求乜嘢呢？求愛德。使到佢哋嘅愛德增長。當你愛德增長嘅時候，你就能夠有真嘅知識，能夠辨別乜嘢係長存之事。呢句説話係好有靈修精神。我哋今日好中意講discernment，辨別嚴格嚟講。唔係辨別善惡，善惡唔使你辨別，知道係好嘅嘢你就應該要做，知道唔好嘅嘢你就應該要避，冇需要以商量。除非你都唔知善惡都分唔到啦，分辨到呢個係善，作為基督徒一定要行善，一定要避惡，使乜以商啫？discern幾時要discern？兩樣嘢都係好嘅，咁你要discern邊一樣係假？係天主願意你做。舉一個最簡單嘅例子，婚姻生活係好嘅，修道生活都係好嘅，兩種都係好。天主叫你過邊種生活呢？你就要做discern。兩樣都係好，你先至以上清楚有善惡喺度咧，唔使以上。作為基督徒，一定係行善避惡㗎啦。所以呢度保祿為腓利比嘅教友祈求佢哋愛德增長，有咗呢
真正嘅知識能夠辨別邊一樣係更好、更係天主願意佢哋做嘅，咁嘅意思嘛。當你愛德增長嘅時候，你就有一種 spirit of discernment， 能夠辨別到邊一個係即係話唔好淨係滿足一件好事就會做，唔夠㗎。To do good 唔夠㗎，要 to do better 先至係好㗎。得唔得 ？Do good 係應該嘅，better 就要自相出嚟。所以靈修上面就一句咁樣嘅話 ：Good is the enemy of better。一句咁樣講，即係你要叫人哋奉獻啲乜嘢俾天主？話奉獻你嘅身體作為一個馨香嘅祭品，意思將我整個人，特別我嘅身體，能夠有一個意思喺度，因為我個罪過係同我嘅身體嘅罪，所以要奉獻你嘅身體，唔將自己嘅身體作為罪惡嘅工具。身體只係神聖嘅，係奉獻俾天主嘅。我唔會用自己嘅身體嚟犯罪，所以奉獻自己嘅身體作為一個馨香嘅祭品俾天主。天主係聖嘅，我哋嘅身體應該好似天主一樣係聖嘅。所以保羅有呢個咁樣嘅意思喺度啦。另外係以弗所書。以弗所書有幾句好靚嘅説話。以弗所書好標榜對基督嘅愛，能夠了解到基督嘅愛係點。保羅喺以弗所書裏面能夠表達咗出嚟。過去耶穌聖心嘅招禮，時時都會用保羅呢條書信。我喺天父面前屈身，求佢依照佢豐富嘅光明，藉住佢嘅聖神，以大能堅固我哋內在嘅人，並使基督因你哋嘅信德住喺你哋心中。基督住喺我哋裏邊。保羅都講呢個重要嘅信息。約翰福音都好強調嘅，聖言成了血肉，住喺我哋中間。我哋領咗基督嘅身體，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住喺我裏邊，我住喺佢裏邊。呢個係約翰福音一個重要嘅信息。保羅都有呢種信息，就係、基督因着你嘅信德住喺你裏邊，叫你哋喺愛德上根深蒂固，領悟基督嘅愛幾個長闊高深，遠超過人所能知嘅。你聽下，基督對你哋嘅愛係遠超過你哋能夠知嘅。因為出自保羅嘅書信下，我好唔中意某一類嘅靈修，成日標榜基督嚴厲嘅懲罰，我好唔中意。好多人都喺度話詩仙唱睇 Michelangelo 嘅 Last Judgment 嗰幅好出名嘅最後審判嗰幅畫。嗰幅畫藝術價值就高啦，神學價值就唔係好高嘅啫。因為係標榜基督嘅公義，使人哋感受唔到基督嘅愛。我諗保羅正係同我哋講啦，你要感受到基督嘅愛呢種長闊高深，遠超過你能夠想像嘅。呢個係保羅嘅經驗。耶穌基督對我哋嘅愛係咁高深、咁慈悲、
又似嚟嘅現象，話耶穌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正正係消除我哋嘅罪過，幫助我哋升天啊！所以好好掌握住未咁靚嘅經驗啊，你就會將恐懼驅除於我，唔應該害怕，因為耶穌基督，我唔害怕，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唔係我哋叫做得嘛，能夠掌握好多嘅啟示遠記住基督對我哋嘅愛，遠超過我哋能夠想像好，因為對基督嘅信仰，使到一個內心嘅自由 （inner freedom）。呢種 inner freedom 使到保羅咧能夠應付任何嘅環境，啲好靚嘅。佢話：我知道受窮，我亦都知道享受。喺各種事上、各種境遇中，飽飫、飢餓、富裕、貧乏，我都得到秘訣。拉我加強我力量，因為藉我哋耶穌基督，我能應付一切。乜嘢環境都好，富裕我亦都唔害怕。富裕嘅人咧，好驚睇到福音嘅説話。耶穌話：富人入天國好似駱駝穿針咁能嚇到啲有錢嘅人，好驚啊！睇保羅嘅書上幫助你，唔使驚。耶穌基督宣講嘅時候，佢冇分貧富，耶穌嚟拯救所有嘅人。窮嘅人佢拯救，有錢嘅人同樣佢拯救。佢講嘅比喻只不過話富庶嘅人咧、富裕嘅人咧，往往依賴唔係天主，依賴自己嘅財富。所以既然依賴財富，你入天國梗係難啦。你依賴耶穌基督，你幾有錢都照入，懂嗎？懂到咩叫 inner freedom？所以保羅話：我窮又得，富裕又得，我能夠應付一切，因為耶穌基督。所以我都話耶穌嘅朋友裏邊，窮嘅有，好忘記耶穌朋友裏邊又有錢㗎。聖經有講㗎，富裕貧窮唔係有天國嘅條件，信耶穌基督先至係，佢能夠使到你有一種內心嘅自由。得嘛？好，最後一個，因為耶穌基督嘅死亡復活，使到我哋從罪惡、從死亡裏面釋放出嚟。既然罪惡講咗啦，而家最後一個就講死亡。但係作為基督徒，應該避忌，我哋唔害怕死，因為耶穌基督復活咗，為咩驚咧？點解我哋咁驚、咁害怕？你哋可以參加朋友嘅喪禮，有吉儀俾你哋，咁每個人將吉儀帶翻屋企嘅啱唔啱？點解唔驚啊？唔應該驚喎，我成日都帶翻嚟。特別從前嘅吉儀有條手巾仔喺裏邊，而家冇啦，抌落房喺度，最多買個 T 恤嚟嘅啫。舊真一條手巾，個個都唔咁用，我已經俾我神父離實嗰種用，我成日都用，制度夠正氣派。所以有啲嘢我哋同埋死亡嘅嘢，我哋咁驚。作為基督徒，相信基督復活咗嘛，聖經都唔怕死亡㗎。但啲聖經點樣講啊？基督消滅一切率領者、掌權者、大能者，將自己嘅王權交俾天父，最後被毀滅嘅仇敵就是死亡。死亡係最後嘅一個仇敵，但係基督復活咗，死亡已經冇作用。所以作為基督徒唔害怕死，所以會咧取笑死亡啊！你嘅勝利喺邊一度？死亡
因為可以同基督喺埋一齊。但係佢話：我呢個任務未完啊！耶穌基督要我去傳福音，甘心為傳福音嘅緣故留起嚟。如果唔係，巴不得早啲死咗同耶穌喺一齊。呢、個係聖母，一啲都唔害怕死亡。所以都希望我哋能夠有同樣嘅感受，唔害怕死亡。好，所以最後嗰句啦，聖保祿弟茂德後書大概係佢最後一篇書信，可以話係佢嘅遺書。佢係咁樣講：我離世嘅時間已經近啦，呢場好仗我打完啦。佢用一個軍人一場好仗，生命好似打一場仗我打完啦。呢個賽馬我打到終點，信德我ful受咗啦，正義嘅冠冕為我準備咗，所以佢一啲都唔害怕。所以好多人死嘅時候喺個通風卡就好喜歡呢幾句：我離世嘅時候已經近，呢場仗，呢場好仗我打完，賽跑我跑到終點。嗱，呢個係我哋嘅聖保祿好，希望你聽完有關聖保祿書信裏邊精彩嘅地方，離開嘅時候能夠好開心地離開，唔害怕罪過，唔害怕死亡。有一種 inner freedom 喺任何環境裏邊，順境好，逆境好，富貴好，貧窮好，耶穌基督嘅信仰幫助自己能夠應付一切。我是主帶罪人，我哋人生超開心，信仰罪人可變聖人，信天父慈愛寬仁，與我同行。